傳媒嘅朋友，咁多位旅遊業界嘅同業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咧2010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香港推廣說明會嘅場地㗎。我係今日主持 Amanda 霍彩玲，不如用掌聲開始今日呢個說明會先，好冇？花卉博覽會，它是經過剛才主持人有介紹，這句話我聽得懂啊 ，AIPH 所認證的一個博覽會，那它的時間呢，長達有6個月以上的時間，在明年的11月25號對不起，11月6號正式開幕之後，它幾乎就是橫跨了這個春夏秋冬4個季節啊，所以說它在這個花的一個這個表現上面，跟一般的博覽會不大一樣的是，它有4季不同的變化。所以說呢，它在這個季節裡面，它會有這個換花換展這樣子的一個特性在這個裡面。我希望明年我們可以把更多的香港客人送到台灣去旅遊，更多的客人去欣賞到台北花卉博覽會的美。這個以上的幾點跟各位報告，謝謝。还有第二个网站，就是在台湾的年代售票系统，就是 www.ticket.com 的上面。透过这2个网站呢，港澳地区的民众就可以直接上网去购买我们的花卉的预售门票。今天来到这里，来到香港这边，也是主要跟我们的香港跟澳门的我们的旅游同业来讨论，就是刚刚我们的业总也提到，就是有关于长荣台湾假期这个部分的推广。那我们今天原则上也把整个行程大概做了一个讨论。当然，主要部分我们还是包含3天2夜的这个行程为主。那这里面包含了长荣航空、香港到台北的来回机票，还有一些台湾当地的最好的飯店，還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一些旅遊嘅行程。有張咩嚟嘅咧？就係呢一個花園博覽嘅展示卡，咁啊代表住咧喺2010台北嘅國際花卉嘅博覽會咧，能夠沖繩咁合作，希望在場嘅媒體朋友啦，同埋咧旅遊業界嘅朋友都可以多多支持嘅噃。好，唔該曬我哋領台上面咁多位朋友，謝謝各位。好啦，請到台下邊就座啦。